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收睇 Kelly 嘅 channel 啊！咁咧喺2026年嘅5月份，43歲前 TVB 女藝人啦，孫慧雪女士咧，咁喺佢嘅社交平台入邊咧曬出咗一本紅簿仔嘅房產證。咁咧視頻入邊喺個毛坯房入邊咧，佢係同佢老公卜咗一隻金蛋嘅，咁咧就係4房2廳2衛，仲有2嘅露台嘅戶型嚟嘅喎，咁係有精裝修嘅 ，total 總價咧係唔到200萬嘅港紙，首付咧係15萬左右嘅。佢咧就對住鏡頭講咗一句話，直接咧衝上咗呢個頭條嘅，就係呢個價錢啊，喺香港真係連一個似樣啲嘅廁所都買唔到啊！唔係第一個，亦都唔會係最後一個。咁咧喺過去嘅1年裏邊 ，TVB 視帝黎耀祥都賣出咗佢香港87平方米，即係大概900幾尺嘅舊居啦。咁佢將呢筆錢套現咗之後咧，喺中山買咗一間300平方米、帶埋大花園、大露台嘅別墅啊！咁唔單止係黎耀祥啦，仲有我哋嘅佘詩曼啊、任達華、導演李力持、薛家燕媽媽、錢小豪、韓瑪利夫婦，仲有更早之前嘅吳啟華，佢哋全部都喺中山買咗樓噶啦。仲有75歲嘅金興賢，講得最直接啊！我喺香港住咗成世嘅雀仔籠，依家100幾萬喺中山買2套屋喎，一套自己住，一套阿仔住啊，剩翻嘅錢養老都得啦，慢慢搣。咁咧，仲有我哋嘅一個歌手啦，吳若希女士，今年4月份啊，啱啱喺坦洲收咗樓，關禮傑同1個月入邊咧，俾人影到喺石岐睇樓喎。咁啦，仲有一份行業嘅統計話你知，近5年嚟咧，港澳嘅客戶咧喺大灣區置業首選嘅 top one 咧係中山啊，係佔咗成個訪澳人士嚟大灣區買樓嘅25%啦，即係可以簡單啲嚟講咧，就係話每4個港澳嘅買家咧，就有1個係揀中山嘅，但係啦，都有一個好詭異嘅現象喎，呢班明星買嘅地方呢，大多數都集中喺1個鎮，咁喺邊度呢？大家知唔知呢？知嘅可以喺評論區度話俾 Kelly 聽下。咁呢，就係我哋嘅坦洲啦，一個同珠海只係隔咗1條馬路嘅中山鎮區啊，1條馬路嘅兩邊，珠海嗰邊呢，樓價25000蚊到35000蚊不等1個平方啊！咁喺坦洲呢邊呢，11000蚊起跳到16000蚊，爭咗1倍以上嘅一個價格啊！點解一路之隔樓價可以爭咁遠呢？買坦洲究竟係精明嘅地理套利，定係踩入咗一個見唔到嘅陷阱啊？今期呢條影片 Kelly 會用20分鐘左右嘅時間，將坦洲呢個地方嘅真相由樓價、配套、交通、學區、升值空間逐層剝開俾你哋睇㗎。睇完你就知道明星買坦洲究竟係賺咗定係中咗伏啦。首先啦，我哋要搞清楚一個基本嘅問題，坦洲嘅樓價究竟係平到咩程度呢？咁咧，我直接俾3層數據俾到你哋睇啦。咁第一層呢，就係我哋坦洲內部嘅價格梯級啦。根據2026年6月最新嘅一個數據呢，坦洲嘅樓盤價格係由低至高去排嘅。咁最平呢，就係我哋嘅朗詩新城啦，均價係去到8000蚊1個平方嘅100平方嘅屋啦，大概係80萬人仔啊，首付係2成嘅16萬左右，月供係唔使4000蚊㗎。咁仲有我哋嘅一個中低檔啦，裕豐名品。咁咧係9500蚊嘅一個起步價，仲有我哋嘅嘉德花園啦，10000蚊嘅起步價，仲有我哋嘅一個超級大盤啦，錦繡國際花城，咁而家嘅最新嗰期啦，第5期得房率都係超高嘅，均價係去到11500蚊起嘅。咁去到中檔啦，中檔有咩樓盤呢？咁有我哋嘅日進半島啦，9800蚊到15000蚊嘅一個級別，仲有我哋嘅一個中澳春城13500到16500嘅一個價格，仲有盛世年華15000蚊起跳嘅。
咁咧而家咧就去到我哋嘅中高檔嘅樓盤啦，我哋嘅佳景康城啦，大家應該都有聽過好多嘅呢個樓盤啦，係我哋嘅一個高質量嘅樓盤嚟嘅。咁咧呢個單價咧均價可以話係去到16,000起嘅，仲有我哋嘅金帝世紀城啦，18,500蚊嘅均價真係唔低㗎。仲有裕豐名門啦，均價都去到18,600嘅。咁換句話嚟講呢，喺坦洲150萬嘅人仔已經可以買到一間唔錯嘅3房甚至係4房啊，而且仲係高質素嘅樓盤啦。200萬人仔直頭可以揀到樓王嘅單位。咁第二層呢，就係坦洲同珠海一路之隔嘅價格嘅斷層關係啦。坦洲同珠海嘅邊界就係隔一條馬路嘅啫。但係你一踩過去珠海嗰邊呢，樓價就係即刻翻倍㗎啦！珠海嘅香洲區，我講嘅係二手房嘅均價係2550蚊起啊，一個平方，同坦洲應該係最高檔先係嘅裕豐名門去對比呢，18,600去比，爭咗近4成啊！同坦洲中位數約13,000去比呢，係爭咗近1倍嘅一個價格㗎。咁就要講翻啦。如果呢，我攞珠海橫琴去對比，咁珠海橫琴嘅一個單價係去到4100，係坦洲嘅3到4倍啊。咁仲有我哋嘅一個珠海高新區啦，均價都去到2400，接近25萬蚊一個方嘅，都係坦洲嘅2倍啊。咁你諗下，同樣300萬嘅預算喺珠海香洲區，可能只係買到一間110平方嘅普通3房，可能係中低檔質素嘅樓盤。但係喺坦洲，你係可以買到一間200平方嘅大平層，仲係可以揀到高質素嘅樓盤啊，而且仲有錢剩低嚟裝修啊。咁喺第3個層面呢，就係坦洲同埋香港去對比啦，降維打擊嘅級別嘅差距。香港市區嘅樓價呢，普遍每平方都係去到16萬到20萬港紙啊。咁中山坦洲嘅樓價折合港紙大約係每平方米去到13,000蚊到18,000蚊，差距足足去到10倍以上啊！孫慧雪女士買嗰間呢係中澳春城嘅4房雙露台，咁呢120方到130平方嘅，總價 total 係200萬港紙唔到啊！同樣嘅面積，1000尺豪宅喺香港只可以揀到普通嘅地段，至少都要1000萬港紙起跳啊！喺半山或者係九龍塘，直頭可能要去到2-3千萬啊！所以唔好怪孫慧雪喺鏡頭前興奮大嗌話：哇，好抵啊！因為佢嘅參照物係香港啊！喺香港連個廁所都買唔到嘅預算，喺坦洲買到間4房大豪宅啊！呢種衝擊真係好震撼㗎。但係呢個世界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？價格差咁遠係一定有原因㗎，而呢個原因就係你買坦洲之前一定要搞清楚嘅事情。坦洲嘅樓價點解可以比珠海平咁多呢？我話俾你聽啊，唔係一個原因㗎，係7個原因嘅疊加。咁第一宗呢，就係行政邊界啦。你係中山人，唔係珠海人，呢個係最核心、最致命嘅一點啊！坦洲行政上屬於中山市，唔係屬於珠海市啊！即係話你係喺坦洲買樓，你嘅戶口係中山戶口，唔係珠海戶口啊！你享受唔到珠海任何本地居民嘅政策，珠海嘅學位派位你都係冇份㗎。珠海嘅醫保報銷比例你係用唔到嘅，珠海嘅公租屋人才補貼你係冇資格申請嘅。呢個唔係爭少少嘅問題啊，係有同冇嘅問題。吳若希喺視頻入面都話自己係珠海尊貴嘅業主，即刻俾網友踢爆啊！坦洲係中山㗎，你唔係珠海業主。咁第二宗呢，就係學區啦，仔女讀書最大嘅痛點啊！咁坦洲嘅公立中小學呢，質素同珠海主城區嘅爭咗係一大截㗎。坦洲嘅主要學校係14村小學、港大薈萃中學、坦洲實驗中學、永一小學、同德小學。坦白講啊，呢啲學校嘅師資同埋升學率呢，同珠海嘅鄉中一小、文源中學、紫荊中學都係爭咗幾條街嘅。而且因為行政嘅壁壘，坦洲嘅學生唔可以跨市報讀珠海嘅公立學校啊！你住嘅坦洲，就算離珠海嘅名校只係10分鐘嘅車程，你都冇得報。
對冇仔女或者仔女已經大咗嘅人嚟講咧，呢個都唔係問題。但如果你有學齡前嘅兒童，呢個就係致命傷啦。咁第三宗咧就係醫療。鎮級醫院同埋三甲級醫院嘅對比啊，坦洲嘅主要醫療咧講嘅係坦洲醫院啦，一間鎮級嘅醫院嚟嘅，應付傷風感冒、普通體檢係 OK 嘅。但係如果你有大病、手術、專科嘅治療咧，你一定要過珠海。珠海咧有中大五院啊，係三甲級。人民醫院咧都係三甲級，仲有中西醫結合嘅醫院，呢啲醫院嘅水平同坦洲醫院啊，完全係兩個 level 嚟㗎。咁對於我哋後生仔嚟講啦，可能咧就唔會太在意啊。但如果係屋企有老人家嘅，或者自己已經係步入中年嘅買家嚟講咧，醫療嘅配套咧，認真係要考慮嘅因素之一啊。咁第四個咧就係我哋嘅交通啦，平價嘅代價咧就係塞車，呢個係坦洲最大嘅日常痛點啊。我之後會單獨講一篇嘅詳細嘅，依家先講結論。連接坦洲同珠海嘅幾條主幹道啦，界絲南路、南坦路、105國道、上涌路段啊，每日嘅早高峰啊都係塞車塞到爆炸。咁第五宗咧就係城市界面啦，呢個係所有第一次去廣州嘅人嘅共同反應啊。珠海嗰邊馬路闊，綠化整齊，街燈明亮，個行人路咧都會鋪得比較靚嘅。一入咗坦洲嘅界面咧，即刻咧就變成第二個世界喎。可能去過坦洲同珠海嘅人咧都係有感而發嘅。路面咧會突然變窄啦，摩托車啊、電動車啊周圍亂竄，路邊攤啊簡直係去到邊擺到邊啊！有位坦洲嘅居民咧喺網上寫咗一段好準確嘅描述啦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，卡喺中間。好尷尬啊！坦洲大道工程咧講咗好多年噶啦，本地人一提起咧都搖晒頭啊！朝早嘅6點半到7點嘅40分咧係第一波早高峰啊，因為坦洲嘅居民啊都要趕住去珠海翻工噶喎。咁到黃昏嘅5點半到7點20分咧係晚高峰，因為大家都放工啦嘛。坦洲短短幾公里嘅路啊，塞成半個幾鐘都係常態嚟㗎。如果係遇着翻風落雨啊，直頭要塞1個鐘到40分鐘左右啊！咁坦洲嘅司機咧都有幾個共識嘅，高峰期咧係唔入坦洲嘅，因為一入一出咧就要困喺部車入邊好耐噶啦，想出都出唔到。翠屏路作為打通坦洲同珠海嘅關鍵段途啦，講咗好耐先至入咗施工階段啦。預計係2026年啦先會全面咁通車嘅。咁今年咧都係通咗噶啦。咁第6宗咧就係排水問題。坦洲嘅排水系統咧係比較唔完善嘅，呢個係公開嘅秘密嚟嘅。一旦暴雨過後咧，好多路面嘅積水咧都久久唔退嘅。咁如果你係底盤低嘅車主咧，最驚嘅就係呢樣嘢啦。有位坦洲居民陳小姐話，每遇着嗰個落雨咧都好擔心噶，經過某一啲路段嘅時候咧，我架車會罷工嘅。呢個問題咧講咗好多年，但係咧一直係冇去徹底咁去解決到呢個問題。咁第7樣嘢咧就係呢個升值空間嘅問題。咁坦洲樓價啦呢幾年的確係有升咗嘅，但係升幅係遠不如珠海嘅核心區。原因咧都好簡單嘅，供應量太大啦。就譬如我哋嘅錦繡國際花城呢一個項目啊，超過97萬平方米嘅建築面積啊，一張半島咧60萬平方米嘅建築面積，喺坦洲都算係大盤模式嚟噶啦，供應源源不絕，缺乏稀缺性嘅溢價，冇名校，冇三甲醫院，冇 CBD， 冇地段，樓價嘅升值完全係靠珠海嘅溢出效應同香港人嘅購買能力去支撐嘅。咁仲有啦，一樣嘢就係二手市場嘅競爭激烈啦，坦洲嘅掛牌量長期高企。你想賣樓嘅時候呢，隔離仲有大把同類型嘅單位一齊爭客啊！業主嘅議價空間大，成交周期比較長啊！呢7宗罪啊，唔係我作出嚟嚇你哋㗎，係真實存在㗎。每一位坦洲業主每日都係面對緊呢個事實嘅。問題係呢啲缺點對你嚟講重唔重要？呢個先係關鍵啦。坦洲唔係一個好或者唔好嘅地方，佢係一個啱唔啱你嘅地方。我直接畫出5類型嘅買家畫像，你哋對號入座啊！
第一類咧就係澳門同香港嘅買家最適合啦。咁呢班人咧係坦洲樓市嘅核心支撐嚟㗎。點解佢哋合適？第一，佢哋唔需要珠海戶口啦，佢哋本身係香港、澳門嘅居民。第二，佢哋唔需要珠海嘅學區啊，因為仔女都喺香港讀書。咁第三呢，就係佢哋唔使日日通勤，最多都係週末返下嚟一兩日，或者係退休之後長住嘅。咁第四呢，佢哋用港幣或者澳門幣嘅購買力喺坦洲買樓真係降維打擊啊！對於佢哋嚟講呢，坦洲嘅七宗罪呢幾乎係全部免疫嘅。佢哋只需要一樣嘢：平、大、靚、近關口。咁對於退休人士嚟講呢，坦洲真係天堂嚟㗎，生活成本大啦，仲有地方大，語言又通，咁飲食文化呢都好相近嘅。醫療雖然係鎮級嘅一個鎮區醫院，但係呢，小病小痛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如果係大病呢，返香港又得，去返我哋中山城區嘅三甲醫院都係冇問題嘅。咁呢，判斷嚟講呢，對港澳買家，坦洲係精明嘅選擇，唔係中伏啊！咁第二類呢，就係珠海返工嘅剛需打工仔啦，要睇下你忍唔忍得到塞車啊！呢類人呢，係坦洲最大嘅居住人群嚟嘅，據統計呢，有超過10萬嘅珠海人呢係住喺坦洲嘅。佢哋嘅邏輯係好簡單，同樣嘅租金喺珠海租到套房，喺坦洲啊係供到層樓啊，用通勤時間換居住空間。但係你真係忍唔忍受到每日來回塞車嘅生活呢？朝早6點半出門，避開早高峰，夜晚7點半先返到屋企啊！每日2個鐘嘅通勤，1個月40個鐘啊，1年500個鐘。換算翻，即係每年有成20日係喺部車度過㗎。咁啦，有一位坦洲嘅居民啦，佢係總結得好到位嘅，慳咗房租，但係咧就多咗啲有錢喎，仲搭上自己嘅睡眠時間啦。如果你係夜班或者係彈性開工時間咧，避開高峰期咧，喺坦洲咧其實係好好選擇㗎。如果你係朝9晚6嘅準時工咧，你要認真諗清楚啦。咁我哋嘅總結咧就係睇你通勤嘅容忍度啦，唔係中伏啊，但係咧就會比較辛苦啦。咁第三類人咧就係退休人士最舒服嘅，唔需要趕返工啦，唔需要擔心學區，唔需要擔心日日塞車啊。咁退休人士住坦洲嘅好處係好明顯㗎。100幾萬買到3房到4房，生活空間大，物價平過珠海2到4成啊！咁餐飲、購物、停車、物業費都係平翻一大截嘅，而且咧離珠海近，醫療有需要咧係隨時過關，離澳門近，想去澳門玩啊都好方便㗎。氣候呢邊咧同香港咧係一樣嘅，唔使重新去適應啊！咁以我哋而家呢個總結咧就係退休人士買坦洲係精明消費，唔係中伏啊！咁第4類咧就係有學齡兒童嘅家庭啦，要三思啊！坦洲嘅學校質素同珠海係爭好遠㗎，又唔可以跨市報讀珠海嘅公立學校，咁私立學校嘅學費咧會將你慳落嚟嘅買樓嘅錢咧，慢慢蝕翻入去學費嗰度㗎，而且每日接送放學嘅時間，再加埋自己返工塞車嘅時間，成個家庭嘅通勤時間成本係好高㗎。同樣嘅預算喺珠海買間細啲嘅二手樓，換一個好啲嘅學位，長遠嚟講咧，我覺得係會更加值㗎。咁咧，到我哋嘅第5類咧，就係投資客啦。坦洲嘅供應量咧太大啦，而且咧持續有新盤入市啊。二手市場咧競爭激烈啊，升值速度係慢過珠海嘅核心區嘅。你買坦洲等升值，可能要等好耐，而且咧就算升咗，要賣翻出去咧都唔係咁容易㗎。同區嘅掛牌量高，買家選擇多，業主議價空間大啊！如果你係純投資，唔打算自住呢，期望短期內有可觀嘅回報，坦洲唔係最好嘅選擇。同樣嘅資金放喺珠海香洲或者橫琴嘅小戶型單位呢，升值潛力同流動性呢會更加好啊！我哋嘅判決呢，就係純投資買坦洲有機會中伏，除非你到深中通道通車之後，
港人需求再爆一波啦。講到呢度，一定係將坦洲嘅交通現況講清楚嘅。咁要睇翻早高峰嘅一個實況啦，連接坦洲同珠海嘅105國道上涌路段係每日都係一個戰場嚟嘅。朝早嘅6點半呢，車流呢還算係比較少啦。10分鐘之後即係6點40分啦，車流量係突然之間去爆增㗎。坦洲居民係成個珠海最早起身嘅一班人嚟㗎，因為佢哋要喺塞車之前過到關啊。咁呢就講到我哋嘅晚高峰嘅實況啦。黃昏5點半開始，從珠海返坦洲嘅車龍呢已經開始形成㗎啦。5點40分已經係高峰期啦，一路塞到7點20分左右先會慢慢去舒緩返啦。咁如果係遇到落雨嘅話呢，情況呢會更加不堪設想啊！因為坦洲嘅排水系統係比較差㗎，路面積水又多啦，車速緩慢，塞車時間會更加拉長至60分鐘以上啊！咁路面情況呢，就係入到坦洲範圍內，你會發覺同珠海係兩個世界㗎。咁珠海啦係4車道嘅馬路啦，咁入到坦洲呢，就有2個車道俾雪糕筒圍住嘅，就係施工中啦。但係你永遠都唔知道佢呢個施工係幾時先會完成㗎，仲加上有電動車、摩托車周圍喺度穿插、逆行、衝紅燈，你就算喺自己個車道上慢速行駛，你都要時不時睇下周圍㗎，因為你要讓佢哋啊。咁好消息呢，就係翠屏路呢已經係全面通車。通車之後呢，坦洲南部嘅居民去到珠海拱北口岸嘅時間會從而家嘅45分鐘縮短到15分鐘之內啊！真係天大嘅好消息啊！咁同時呢，呢條路呢會分流105國道約30% 嘅交通壓力啦。南坦路每日7.2萬輛次嘅擁堵負荷終於可以舒一口氣啦。配套建設嘅翠屏公交樞紐站計劃開通3條跨市公交線路啊，日均服務能力呢，約係可以去到1.2萬人次嘅。咁呢，再講翻我哋港人通勤呢，係有唔同嘅玩法㗎。對香港買家嚟講呢，交通問題嘅感受係完全唔同嘅。佢哋唔使日日來回珠海返工啊嘛，而係呢週末或者間中往返。咁呢，港珠澳大橋通車之後呢，香港到坦洲大概都係1個半鐘嘅車程嘅啫。到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呢，更加只係30分鐘。有啲樓盤呢，直接係有港澳專線巴士啊。深中通道通車之後呢，更加快啊！所以港人感受嘅唔係坦洲塞車，而係比香港嘅地鐵同巴士都舒服得多。呢個係參照唔同啊！咁再嚟返我哋最後啦，樓盤逐個睇。最後我會同你快速橫向咁係對比坦洲6個熱門樓盤，全部用2026年6月份最新嘅數據去講啦。咁第一個啦，就係嚟到我哋嘅錦繡國際花城啦，均價11500蚊一個平方起啊！咁佢嘅規模咧係97萬平方米，係一個超級大盤嚟㗎。咁優點啦係平，社區夠成熟，入住率高，仲有菜市場同埋超市啊。咁咧缺點咧就係我哋呢個停車位係唔高嘅，租客多啦，部分地基咧係有呢個下降嘅跡象啊。咁呢度咩人比較合適呢？咁就預算有限啦。比較適合純住介意大本人流比較雜嘅人士去選擇嘅。咁第二呢，就係中澳春城呢個樓盤啦，佢嘅價格係由13500到16500蚊嘅一個區間嘅。優點啦就係好多明星近期啦都揀咗呢度佢嘅優點啦，孫慧雪啦揀咗呢個樓盤，4房雙露台嘅戶型，有精裝修，近珠海。咁咧佢嘅缺點咧就係價格喺坦洲嚟講咧係中上嘅，物業費咧係每平方2.4啊。咁咧適合啲咩人住咧？想要明星同款啦，或者你個 budget 係去到150萬到200萬之間嘅，想要一個綠化多啊，環境舒適嘅，可以去睇睇呢個樓盤。咁咧。仲有一個係日進半島啦，咁佢嘅價格區間係9800蚊到11500蚊嗰個平方起嘅，咁呢個係吉屋嘅報價啦。咁咧佢嘅規模咧係去到60萬平方米嘅，
棟數咧而家係有23棟，總戶數係去到2721戶嘅。咁佢嘅優點咧就係近珠海啦，同珠海咧係一路之隔嘅，而且咧係大社區，綠化率都好高喎，去到35%啊。咁缺點咧就係佢嘅部分嘅報價咧係偏高嘅，仲有咧二手樓嘅掛牌量係好多嘅。咁適合啲咩人群呢？咁啦，適合你嘅 budget 係中等預算啦，又想要大社區，又想要近珠海口岸嘅呢個呢，你可以諗一諗啦。OK， 咁第四呢，嚟到我哋嘅品質樓盤佳景康城啊，咁價格呢係均價去到16,000一個方嘅，可以話係已經接近坦洲嘅一個天花板級別啦。優點啦就係我哋嘅坦洲中高端樓盤，社區環境好啊。咁缺點呢就係價格高，性價比不如前3個樓盤啦。咁咧呢度就係適合預算充足又想要精裝修呢個交付標準高嘅，對社區環境有要求嘅，咁呢啲可以去睇睇啦。咁接落來呢，就係我哋嘅裕豐名門啦，價格呢最高去到有18,600蚊一個平方，可以話係坦洲最貴樓盤之一啊。優點呢，就係坦洲天花板級別啦，無論係社區啦、交樓標準啦，都係相當之高嘅。咁缺點呢，就係呢個價格呢已經係接近珠海部分區域，不如直接買珠海啦。咁呢度呢係適合就係要住坦洲最 top 嘅，唔介意溢價嘅一啲人群啦。咁第5啦，我哋嚟到朗詩新城，價格呢係均價去到8,000蚊個方，可以話係坦洲最平啊。咁佢嘅優點啦就係價格平，100方80萬搞得掂啦。咁缺點呢，可能位置就偏咗少少嘅，配套呢未必完善，及啲咩人群呢就比較適合啲又要價格平，又可以接受到遠少少唔緊要嘅。咁 Kelly 係有少少嘅買樓建議嘅，預算100萬以下，你可以睇睇朗詩新城啦、裕豐名品、嘉德花園。咁咧呢啲就係上車盤嚟㗎啦，你唔好對樓盤嘅質量咧期望太多啊嚇。咁如果你預算係去到100萬到150萬之間咧，可以睇下錦繡國際花城啊、日進半島啦，咁性價比最高嘅一個區間啦。咁如果你預算係去到150萬到200萬呢個檔次咧，可以去睇睇我哋嘅明星同款啦，中澳春城，仲有盛世年華。咁咧呢度都出咗名係品質好㗎啦。咁如果你預算直接去到200萬檔以上咧，直接可以去睇我哋嘅品質優質大盤啦，佳景康城、裕豐名門啊。但係要問下自己，點解唔直接買珠海喎？呢啲都要靠你哋自己去三思㗎啦。好啦，前面講咗咁多啦，翻到最初嘅問題，明星都買咗坦洲樓盤，究竟會唔會中伏？答案係睇你係邊種人啊。如果你係香港或者澳門嘅朋友仔，用嚟喺呢度度假或者退休呢，係唔會中伏嘅，因為你唔需要珠海戶口啦，唔需要學區，唔使日日塞車啊。你用港幣購買力降為打擊中山樓市啊，100幾萬買4房雙露台喎，香港連個似樣啲嘅廁所你都買唔到啊！呢個係精明嘅地方，地理套利啦。如果你喺珠海返工，願意用通勤時間換居住空間嘅後生仔，都唔算中伏嘅，但係會辛苦少少咯。你嘅生活質量呢，會被每日多出嚟嘅通勤時間呢去佔據咗嘅。你要計清楚喎，慳落嚟嘅樓價夠唔夠補翻你失去嘅時間同精神？如果你係退休人士呢，咁都唔會中伏嘅。坦洲嘅生活成本低，空間大，仲有離關口近啊，語言通，飲食習慣一樣，退休生活質素會比喺香港或者珠海都好得多㗎。如果你係屋企有小朋友，仲係讀緊書嘅階段嘅家庭呢，有機會係會中伏㗎。學區問題係硬傷，冇得解決。同樣嘅預算，珠海2手4單位加一個好嘅學位，可能對小朋友嘅未來會更加有利啊！如果你係純投資客，都係有機會中伏㗎。坦洲供應量大，升值慢啊，二手出貨量都好難啊，唔係話一定會蝕，但係回報率同流動性唔係咁好咯。可能喺中山買其他樓，你會有更好嘅選擇。最後啦，都要講一個殘忍嘅事實啊！坦洲嘅樓價之所以平，因為佢平得有道理啊！每1蚊平落嚟嘅價錢，背後都有一個你必須要接受嘅代價。接受得到，坦洲就係天堂；接受唔到，坦洲就係陷阱啊！關鍵從來唔係坦洲好唔好，關鍵係坦洲啱唔啱你啊！OK，又到我哋節目嘅尾聲啦。對今期視頻
有興趣嘅朋友仔或者有其他見解嘅呢，可以喺 Kelly 嘅評論區留言，或者你想過嚟坦洲考察睇樓盤嘅，可以 WhatsApp Kelly 嚟實地睇樓㗎。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，拜拜。